花期提前，因此大部分蓮花都運往北方，利用低溫控制花期。廣州市場花卉存量減少，不過花價不升反降。這個降價的空間呢，大概應該在10%左右吧。大家都擔心今年這個形勢，寧願把這個利潤放薄一點，放保本嘛。廣州電視記者馬東明報道。春運進入到第4日，白雲機場嘅客流量仲係比較平穩。不過由於北方唔少地方出現咗霧霾天，個別航班仲係受到影響。我哋連線喺白雲機場嘅同事袁澤斌。袁澤斌啊，航班有咩變化呢？係啊，其實今日嘅情況係有咗好轉㗎啦，因為北方嘅大霧問題，白雲機場今日只係取消咗一個前往青島嘅航班，而尋日取消嘅航班呢就有11個咁多㗎。咁我哋再嚟睇下現場嘅情況啦，見到有唔少嘅旅客都係辦緊登機嘅手續同埋託運行李㗎。嗱，今日白雲機場呢係有1100多個航班，而旅客呢係有超過13萬人次㗎。咁我哋再嚟睇下收到最新嘅消息，就係話白雲機場反映春運以嚟旅客唔見物品嘅數量大幅上升，佢哋唔見嘅嘢千奇百怪，咁包括有貴重嘅物品。由黃嘉欣講下。白雲機場新物招領處就喺出發大廳8號門，我哋未能夠獲得允許進入倉庫拍攝。工作人員話裏邊堆放嘅生物實在太多啦，從我哋搬出嚟嘅呢啲物品可以見到，吉他、音箱、小朋友嘅玩具車，乜都有。連行李箱都可以唔記得帶嘅，你睇下，連鎖匙都有一大袋。喺拍攝期間，就有旅客過嚟揾鎖匙啦。因為他在安檢的時候，好多衣服我電腦要拿出來，然後鑰匙全部要拿出來，有可能你在進去之後要裝東西的時候，有可能會裝丟嘛，會裝到忘記拿鑰匙。機場工作人員話，安檢門係執到失物最多嘅地方，好似呢度過百張嘅身份證、護照，就係1月份以嚟喺安檢口度執到嘅。身份證一般，如果說他很快就來認領的話，那當然就是當場就交給失主了。如果是過了1個月還沒有認領的，我們在月末的時候會通過免費郵寄的這種方式，去按照身份證上的地址郵寄給我們的失主。就特別多人交東西的都是用手推車推過來的，以前可能就手拎幾件，現在都是手推車一車一車推過來。佢話工作人員會喺呢啲失物度貼上編號，上面寫住執到嘅日期，失主可以喺90日內憑有效證件嚟機場失物招領處度認領財物，超過90日之後就將按照廣州市10違物品管理規定處理。簡單啲講，就係以後你都幾難再見到佢哋啦。佢機場方面講啦，第二多唔見嘢嘅地方呢，就喺機艙裏邊啦。咁但係一般啲機組人員執到失物嘅時候，都會交翻俾航空公司去處理嘅。咁如果喺機艙度唔見嘢嘅乘客，最好都係聯繫翻所搭航班嘅航空公司啦。機場建議旅客最好幫自己嘅物品寫上序號，喺機艙、航站樓洗手間、安檢區、吸煙區、值機櫃台等地方，得閒就點下數。廣州電視記者黃嘉欣報道。係啊，大家要保管好自己嘅財物啦。咁頭先我哋亦都同一啲啱啱到達嘅旅客傾過，佢哋話機上嘅服務同平時差唔多，不過買機票優惠就唔多啦。而機場方面喺春運期間就提供一啲便民嘅服務，包括殘疾人、老人同埋孕婦呢係可以免費搭電瓶車㗎。再嚟提醒下大家啦，春運期間人多車多，客流量大，大家出門最好都係預鬆啲時間啦。喺度亦都順祝各位旅途愉快。我喺機場嘅報道就到呢度，梁志高。好嘅，唔該晒袁澤斌。今年春運啱開始，各大城市嘅火車票退票數